我一唱完就一直拍手，好，阿口，还有歌啦。我还就是有听过才会知道那个地方。好，我要拍手这样哈。好，再来我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。那这首歌呢叫做《老老》不，还有一首哈，这首歌叫《我的心》啊。因为我们开始学那个西班牙话这样子。amigos。对。Hola kita， 你在讲阿美族的话吗 ？Hola kita， 对啊 ，kita 是我们啊，对啊，这首歌是以前我在乌来17岁，我们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叫我去那个干妈的店买一些饮料的。你们知道干妈的店吗？就闽南人才知道，干妈店，对。然后就下大雨，要走很远，因为乌来那个溪像那种烤肉，然后上去一看到那个女生就穿长裙，头发长长的，然后那个雨就这样淋在她头上，然后眼睛也被盖到了这样，然后就剩下鼻子很挺，然后嘴巴就樱桃小嘴的，怎么那么漂亮？然后就加好心这样，就是那滹沱雨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叶子卡起来，然后当雨伞这样，然后他一直闪躲这样，说哇，淋着雨还面无血色，哪里有人淋雨还有血色的？嘴唇都嘛是变紫色的，他的是白色的。然后说算了，他对我没有兴趣，加好心，也回不到这个女生。之后我回头一看，咦？这个女生怎么走路离地30公分？就不是真的人。小女子性虐。对，其实那个女生之后，我其实又见到了，就是坐在那边那个大嫂，因为她是出来的。你到时候那时候跟我们周米哥吵架是不是？没有，开玩笑。这首歌前面有一个非常晚上的东西，它本身的一个特点这样子。那我就找你好不好？你看到没有？就是那个敲小剧场，不是真的。那个叫什么？今年入围是 O 开嘛？那我们是什么开？我A开 ，A 开嘛。好，就是指挥的，你就觉得听到就说，大概差不多了，你就对，这样子哈，他一定很会啊，对，他抓鱼的人，对，他会属于。好，那就是找你了，好了，试试看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就一起来阿卡贝拉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唱歌意思嘛，对不对？你最好不要有人说你是菲律宾来的，不要啦，不要，我很喜欢啦，因为我看不清楚，哇，真的是你国外的人哈，外国人嘛，台湾嘛，不是印尼嘛，还是泰国，你很像泰国。买马模样韩国嘛，1、2、3起，哈哈哈，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因为泰语的5是哈，6是后，然后奇怪，它有时候电视在播嘛，就是请拨这个电话叫224555666，怎么念？怂3星，哈哈哈。对啊，真的是这样啊。太好玩了，最好玩的是不要担心的有卖冬瓜，不是叫做买菜，你去市场了就好了。对的，菜，怪了。因为我过去2、3年就去泰国演出嘛，然后一直跟他讲英文，他听不懂。那个开车的那个司机因为他赶时间，他要交差，他车子一开他们那个好像没有时速限制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高速公路你看到摩托车这样飙。他一开把车子靠要烧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先生大哥，你这车子不能这样开，然后烧掉。买靠仔。我说你买靠仔，我才知道他听不懂。是太多人真的，管他的，来。是一起来，不是只有我们。你们自己找你们的位置。人家不能组8步合一，我们是100步合一，走100步出去就挂掉。来试试看啊。
那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位帅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就你不会自己讲哦。人帅也是个问题。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国强。国强啊，好，中国女挺强的，别来开玩笑。好，你让你这帮我们哈，你就觉得差不多这样，第二段差不多全场让大家都看到。因为我不太想请你站起来，因为你真的太帅了。我会抢走我们你看我们台上这几个都长得太自由了，我们都很诚实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来试试看哈。你别一直弹嘛。讲嘛，就是彩排嘛，对不对？指挥没有起来，我们现在换他们，好不好？谁起音谁自愿自告奋勇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给点。啊，就点到你了，你就不要往后看，就是你对，请站起来。穿灰色的衣服就是你对，请站起来。为什么那么不确定自己不会自己？好，请站起来，请站起来。来，哎，我旁边是那个太哦，是啊，他的留子不见得会唱歌啊。他好会哦！好，来，一起来哈，我开个音，大家一起合，好吧？一起玩嘛，哈，同乐这样很难得，因为演出这么近来，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。对啊，来。对，他们唱的比我们还要好，那一起来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请你站起来鼓掌。好，真的啦，不要。第二句也要叫一下。对，哦，第二句是米国拉颂，就是我的信仰。